调的公婆침묵嘅。调嘛就会上轮呢，调讲嘅食材改欢喜。一定要家家摕调轮送出金钱，寻到一件幸福嘅。嘿，调嘅公婆只有希望最会做母嘅读书调。嘿，爱定爱帮爱定咧调诶最大嘅调。哦，噶我意睇喏。我本条子做在体地背跳上跳下，走来走去，按太个调。哦，爱啲嘅。读书调带定调嘅公婆去寻杨国调爸爸。都会。叶片的木嘅一定睇，嘿嘿嘿嘿。现当吼就是俺的木当哦。哇哦，咁样哦！哇哦，嗰種希拉皮搖籃地波喲，我哋呢寫字嘅天窗會幾介意。係講都會按不同嘅時間。哎呦，用我按好人咯。啊沒有，人用按地人講咯。嘅樣不啊，要兩公婆男嘿嘿，講到會死哦。演講過後。你做什麼嘢啦？也對調嘅公婆，最尾唔會也一定睇一部嘅，一定要去尋讀書調。我哋上半世調嘅最安全嘅部嘅。係啊，天朝有一個改做過嘅活動。哦，安尼喲，愛啲。各位，讀書調小家嘅一件改做過嘅部嘅。我一條呐，改褲咯。用解釋，我都是改錯我，我叫掉唔起嚟啦。各位，也兩公婆要揾嚟改到件部嘅，又會踢草，又會踢盒，真呢，這盒一對調嘅公婆嘅部嘅挺難咯。最尾調講嘅講。我哋請佢潛，喺你攞我哋一家太細嘅屋嘅出好誒。哎呦，我嘅肚子，我上落呢。加一件唔能困難用嘅喏。唔能困難，一件布嘅好冇啊。今日調嘅公婆入幸福。調埋生嘅四粒卵，一下調嘅公婆一家做得吃腳下嘅，很好呐。